而家係晚上9:48，6月24號星期二。Sorry 啊，係星期二，2025年。我而家準備緩步跑，9:49開始緩步跑啊！而家9:49，而家開始緩步跑。上一次緩步跑咧，嗰個 screen record 就喺度啊，但係個 video 咧，個 video 唔係 screen record 嚟㗎。我開頭望到個 video 上面有時間，譬如而家9:49咧，睇嗰陣冇咗。但係咧，我中意用個 video 就係因為佢方便，佢有時間喺度。華為嗰個 video 咧，你冇時間，你用手撳佢出嚟先顯示幾秒，又冇法。suspend 先。咁耐唔出。又冇咗喎，搞錯啊！剛才嗰個 video 又冇咗啊！有冇啊？冇咗啊！又冇咗啊！冇搞錯啊！上次又咁樣喎，第一次咧冇問題㗎，我而家又改咗啦。唔好啦，咁樣唔用咁個啦，我用咁個啦，有冇搞錯啊？咁個 video 冇望唔到時間㗎，要咁樣先望時間。咩感覺？咁個 video 咧，佢都改咗，唔可以同時間一齊錄影啊！以前可以㗎喎，而家個相機係唔可以一齊錄影喎，有冇搞錯啊？而家第一個 video 冇咗，又冇咗啦。第一次咧，第一日，今日第3日緩步跑影嘅，第一日冇事㗎，第二日已經俾人改咗 program。啲間諜咧可以真係就咁點講無法無天，你都唔知佢幾時入去手機裏邊將我啲嘢改咗。咁部手機係華為㗎，華為㗎個 CPU 都係華為㗎 ，hardware software 都華為㗎。CIA 唔可能入到去搞佢啲嘢㗎，除非就有內鬼，因為 CIA 冇啲 source code 啊。我讀電腦知啊，你唯一就係華為提供 source code 俾佢，甚至華為啲人幫佢改埋，先可以有咁嘅情況出現。熄機唔好講咁多。冇錯啊！而家第一個 video 冇咗，又冇咗啦。第一次咧，第一日，今日第3日緩步跑影嘅，第一日冇事㗎，第二日已經俾人改咗 program。啲間諜咧可以真係就咁點講無法無天，你都唔知佢幾時入去手機裏邊將我啲嘢改咗。咁部手機係華為㗎，華為㗎個 CPU 都係華為㗎 ，hardware software 都華為㗎。CIA 唔可能入到去搞佢啲嘢㗎，除非就有內鬼，因為 CIA 冇啲 source code 啊。我讀電腦知啊，你唯一就係華為提供 source code 俾佢，甚至華為啲人幫佢改埋，先可以有咁嘅情況出現。熄機唔好講咁多。而家9:53，半個圈完，而家第一個圈，時間晚上9:53，第一個圈。先9:54。試下9:56，第一個圈就完。P70 Ultra 嘅手機嘅相咧，唔可能唔清楚嘅，因為每影一張相咧，好似影一個 video 咁樣嘅，一個大約1秒鐘嘅 video，之後喺嗰1秒鐘咧揀最好嘅選擇，
做嗰幅相。所以如果影得含糊不清，根本就係專登嘅。而家第二個圈時間係晚上9:56，頭先我企咗喺度影相，可能閂咗半分鐘。我撳第二個相機出嚟，佢變咗 video mode，我唔知道，我撳咗先知唔係 video。咁啊撳啊相機咧，撳第一下冇反應，撳第二下好耐先出咗嚟，嘥咗半分鐘，唔知冇1分鐘。而家9:57，第二個圈。一個半圈完，而家9:59，而家係第二個圈。時間10:01，第二個圈就完。時間10:02，第二個圈完。第三個圈開始，而家都係10:02，第三個圈，我覺得每個圈影咗張相，臨到終點影張相。呢個10:04，第三個圈。時間晚上10:05，兩個半圈完，而家第三個圈。10:06。時間10:07，第三個圈就完，冇人應該。又10:07，啱啱影咗相。時間10:08，第三個圈完，第四個圈開始。之前影到前面個女人啦，如果喺後邊，佢影咗相，影 video， 即係影緊我。時間10:09，第四個圈。時間係晚上10:11，三個半圈完，而家第四個圈。10:13，第四個圈就完。時間10:14，啱啱轉咗。第四個圈完，我影呢節之前咧影咗相，每個圈咧就到終點影咗張相。10:15，第五個圈。時間深夜10:17，
4個半圈完，而家第5個圈。10點18分。時間深夜10點19分，第4個圈走完。Sorry 啊，第5個圈走完啦，第4個圈已經完咗啦。啱啱影咗張相。時間深夜10點19分，第5個圈完，第6個圈開始。而家10點20分。10點20分，第6個圈。而家10點22分，第6個圈。時間深夜10點22分。5個半圈完，而家第6個圈。而家10點22分，第6個圈。時間10點24分，第6個圈。時間10點25分，第6個圈走完，我嘅影相啦，啱啱影咗相。時間10點25分，第6個圈完，第7個圈開始。而家10點25分。我熄機啦，影過第2個 video 啊，第1個 video 冇事，仲有一個 video 啦，影咗之後啦，被消失咗。咁張相係專登含糊不清。嗱，而家第3個 video，嗱，第2個 video 咧明明 save 咗嘅喎，我見喺咁個 app 裏邊係 save 咗，但我喺 Messenger 咧揾唔到佢喎，冇出現到喎。嗱，而家10點29分啊，哇，有啲急料添啊！6個半圈完，而家第7個圈。而家10點31分，第7個圈走完。時間係深夜10點32分，第7個圈走完。第7個圈完，時間深夜10點32分，第8個圈開始。時間深夜10點33分。第8個圈，而家10點34分 ，double check 咗，係跑完咗7個圈，而家第8個圈，而家10點35分，7個半圈完，而家第8個圈，時間深夜10點35分。10點36分，第8個圈。時間深夜10點37分，第8個圈走完，而家開始影相，影咗第8個圈走完。時間深夜10點38分，第8個圈完，第9個圈開始，而家到10點38分，第9個圈。時間深夜10點39分，第9個圈。
我停咗喺度，可能停咗10幾秒啦。時間係深夜10點41分，8個半圈完，而家第9圈，我整緊第啲嘢。時間深夜10點42分，第9個圈。時間深夜10點44分，第9個圈就完。我 suspend 佢啊，準備影相啊，影咗。而家10點44分，第9個圈就完。第9個圈完，時間係深夜10點44分，第10個圈。而家到10點44分，啱啱又影多咗張相。我咧發覺我口咧講嘢咧有問題啊！即係以前我係講嘢講得少咧，講得唔好啫嘛。而家有時講啲嘢咧，嗰啲音咧轉咗嘅。我懷疑佢咧喺食物裏面落咗啲嘢咧，想我老人痴呆症啊！因為老人痴呆症，而家咧邊幾方面落手咧，最大機會老人痴呆症、前列腺、肝臟、腎臟。嗱，有啲急尿啊！一急尿嗌啊！而家第10個圈，而家深夜10點47分。9個半圈完，而家第10個圈，時間深夜10點47分，第10個圈。10點48分，第10個圈。而家10點49分，第10個圈。嗱，我預備熄機啦。咁個第3個 video 啊，第2個 video 啦 ，save 咗，但係咧喺 Messenger 揾唔到出嚟喎。時間係10點50分，第9個圈，第10個圈就完，熄機。而家係10點50分，第10個圈就完，影相先。嗱，10點50分，第10個圈就完。時間10點，啱啱轉到10點51分，第10個圈完。嗱，大家而家係10點58分啊！你睇下，嗱，你望下咁度，冇喎，冇 video 嘅喎，冇一個7分幾，一個5分幾喎，係用一個 app 影嘅喎。嗱，我而家咧睇唔過，我咧將嗰個3個視頻咧搬咗去我自己 account 裏邊，
諗到3個視頻嘅喎。咁3個視頻啦，嗱佢真係10:58分啦，就係因為我移出嗰陣時候10:58分，所以我都話啦，你嗰個檔案時間日期係應該更新個時間日期，就唔係你複製啊或者移動嘅時間日期。你而家係變咗係10:58分，睇唔到我幾時咁個 video 幾時影嘅。嗱點都好啦，嗱咁個 video 係冇喎，而家嗱俾大家睇下嗱，邊個先咧我都唔知，嗱咁個啊，冇錯啊，嗱而家第一個 video 冇咗，又冇咗啦。嗱第一次咧，第一日今日第3日會唔會跑影嘅？第一日冇事㗎，第二日已經俾人改咗嗰個。咁啲間諜咧嗱7分05秒啊，係咪嗱？呢個7分05秒啊，嗱你大家留意咯。晚上9點6分頭先。嗱大家留意嗰個時間，嗱咁個第二個 video 7分05秒，第一個 video 1分29，5分32。嗱你睇咁個啊，攞咁個啦，嗱咁個叫咩啊 HOHHAHEM 咁個 app 咧，嗱你望到啊，最左上角5分32， 7分05，之後就話1分29，嗱咁個1分29，咁個7分05，咁個5分32，係咪有嘅喎？但係你呢度冇喎，冇喎。冇咁嘅情況出現喎，哇！真係夾硬嚟喎，而家真係。嗱，上一次咧，你咪睇到嘅。上一次咧，你見到咧喺出邊都有噶嘛，都出邊嗰啲 file 都睇到噶嘛，即係喺 message 度睇到噶嘛。其實應該係嘅，但係佢因為改咗咧就睇唔到。上次咧睇唔到之後，我咧重新再影過咧，你就睇到。我而家中途影咧。佢改唔到，因為中途已經係冇噶嘛，佢唔可能可以開 video 變翻有噶嘛，係咪？起碼你都要識到，起碼你都要離開嗰度再入過去，但係你冇可能而家冇離開咗翻入去有噶嘛，所以而家焗住就要冇，就睇到佢咧喺邊度做手腳咁樣嘅。我熄機就唔好咗時間啦。